大家好，歡迎嚟到陳公子藝廊遊園 Art Promenade， 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導覽開波前 CLS 行先 ，Like subscribe 記得撳埋個鐘仔啊！各位，我哋上集講完米萊 Millais 嗰班拉斐爾前派點樣反骨反到要鞭屍文藝復興嘅拉斐爾，咁今晚我哋就回歸源頭。回到文藝復興嘅頂峰，絕對係最出名嘅巨匠，沒有之一達文西。喺大眾心目中，達文西係文藝復興最偉大嘅天才 ，The Renaissance Man。佢集科學家、工程師、藝術家於一身，佢嘅地位就連拉斐爾本人都非常尊敬，仲模仿佢嘅畫畫過一幅。但係陳公子今晚想同你哋玩一個反轉遊戲。我哋一齊穿越翻去文藝復興時期，即係14至16世紀，大概就係中國嘅明朝咁上下。如果你喺16世紀嘅意大利藝術圈搞個投票，選出最唔想委託嘅藝術家 No.1， 你又估會係邊個？答案呢？你又估唔估得到？就係我哋嘅老朋友達文西。點解一個舉世聞名嘅天才，點解會成為當時委託人眼中嘅麻煩製造者？今晚我哋就要解鎖達文西身上嗰層天才光環背後嘅黑歷史，佢嘅技術神蹟，以及佢同身邊嗰個小惡魔愛徒嘅世紀八卦，將達文西徹底攤開嚟講。我哋首先要面對一個非常尷尬但又好關鍵嘅歷史事實：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最光榮嘅事係乜？就係接到羅馬教皇嘅訂單。羅馬教皇嘅訂單啊，就好似藝術界嘅皇室御用認證。能夠喺梵蒂岡留下作品，就係當時藝術家嘅巔峰。呢個係當時藝術家最了不起嘅成就。睇睇文藝復興時期，除咗達文西之外嘅兩位巨匠，拉斐爾有，米開朗基羅都有。佢哋仲參與咗聖彼得大教堂嘅設計。但係達文西呢，就係冇咯。喺梵蒂岡你見唔到佢任何一幅作品。佢就係唯一一位被拒絕喺梵蒂岡名人堂之外嘅文藝復興巨匠。點解呢？呢個問題我哋要從市場定位同產品交付能力兩方面嚟睇。首先，定位問題。二，佢嘅風格太前衛，缺乏古典穩定性。喺當時藝術市場嘅評價嚟講，雖然達文西嘅技巧無人能及，但講到西洋繪畫嘅古典同典範，卻是非拉斐爾莫屬。拉斐爾喺教皇眼中代表嘅係優雅、完美嘅和諧、清晰、虔誠。佢構圖對稱，人物理想化，完全符合羅馬教會對古典美學嘅要求，係最穩陣嘅選擇。米開朗基羅代表嘅係力量、激情，對人體嘅絕對掌握。佢脾氣雖然臭，但交貨質量同速度相對可靠。達文西呢，佢代表嘅係實驗、科學、神秘、模糊。佢太中意將科學知識融入畫作，佢嘅人物充滿曖昧同中性氣質，呢種風格對當時需要清晰宗教符號嘅梵蒂岡嚟講係有風險嘅。佢嘅風格用我哋嘅潮語嚟講就係太溝咯。第二個致命傷呢，佢嘅延期交貨同埋爛尾紀錄令佢信譽破產。達文西最大嘅問題係佢嗰種追求完美又中意不斷嘗試新嘢嘅超級 polymath 跨領域天才個性。佢嘅筆記本寫滿咗解剖學、飛行器、水利工程嘅草圖，但喺佢嘅畫布上能夠完成到嘅作品真係少得可憐噶。佢嘅人生就好似一本藝術專案爛尾史。佢喺佛羅倫斯接一張大訂單，要畫3博士朝拜。佢畫咗個底稿之後，半途而廢就走咗去米蘭。呢幅畫最終只係一幅未完成嘅中式底稿。而另一單藝術史嘅明暗就係佢嘅岩窟聖母雙胞胎。點解同一幅畫會有2個版本？因為第一個版本喺合約細節同價錢上同佢嘅委託人有爭拗，拖足幾十年，最終又係要畫第2個版本嚟滿足委託人。最經典嘅係佢同米開朗基羅嘅世紀對決壁畫《安吉亞里之戰》，佢用咗自己發明嘅油畫技法畫者壁畫。結果顏料喺牆上融化流失，成為歷史上著名嘅壁畫失敗案例。當教皇想委託一個為期4年嘅浩大工程時，佢哋需要一個可靠嘅、穩定嘅、專注嘅藝術家。面對達文西呢個隨時會因為研究水流或者解剖屍體而人間蒸發嘅天才，梵蒂岡自然選擇咗年輕、穩定而且可以量產傑作嘅拉斐爾。總結嚟講，
達文西雖然係天才，但佢太過於專注實驗同興趣，而忽略咗作為一個工匠最基本嘅交貨責任。呢種不確定性令佢喺權威藝術界嘅地位反而不如佢嘅兩位競爭對手。佢就係一個永遠只係差一步就完成，但永遠都唔會停低實驗嘅麻煩製造者。我哋再講下達文西最具代表性，但同時又充滿矛盾嘅作品《蒙娜麗莎》。正如歷史記載所言，呢幅畫之所以喺羅浮宮，唔係因為佢當年喺意大利好紅，而係因為佢喺達文西在世嘅時候係賣唔出㗎。呢個事實本身就係對天才呢個詞最玩味嘅諷刺啊！呢幅畫原本係佛羅倫斯一位絲綢商人嘅太太麗莎多喬貢多嘅肖像畫，但喬貢多最終冇買，原因眾說紛紜。可能係達文西冇交貨，可能係喬貢多唔滿意進度，又或者係達文西自己唔捨得交。結果達文西一生都將呢幅畫帶喺身邊，無論佢去到米蘭啦、羅馬定係法國，呢幅畫都跟住佢。佢時不時咧都會加筆修改，將修改當成興趣。漸漸地，呢幅畫就超越咗特定人物肖像畫嘅領域，變成咗一幅充滿神秘感、永遠喺變化中嘅個人研究作品。佢嘅爛尾反而成就咗佢嘅永恆。點解蒙娜麗莎個微笑會咁難捉摸？有時似笑非笑，有時又分唔清係男係女。呢個秘密就係達文西獨創嘅神技——暈塗法 fumato。fumato 呢個意大利文嘅意思係煙霧狀 （smoky）。達文西透過極致細膩嘅色彩調和，將輪廓線，尤其係嘴角同眼角嘅輪廓模糊柔和化，創造出嚟一種極度朦朧過度嘅效果。你就算放大睇都睇唔到顏色嘅界線喺邊，甚至揾唔到任何一條清晰嘅輪廓線。據科學測試，佢喺畫作上重複塗抹咗超過20次嘅顏料同薄釉，而且每一層嘅厚度有時薄到只有幾微米。佢用幾乎睇唔見嘅筆觸，將色彩由淺到深，由光到暗，創造出極致平滑，猶如人體皮膚般細緻嘅漸層。正正係 fumato 喺嘴角同眼角製造嘅模糊感，引發咗你睇佢嗰時嘅視覺錯覺。當你直視蒙娜麗莎嘅嘴巴時，佢嘅微笑似乎消失咗；但當你望向佢嘅眼睛，用眼角餘光去睇佢嘅嘴巴時，佢嘅嘴角又會微微上揚。達文西成功地將空氣感、深度感同情緒不確定性融入一幅靜態嘅畫作中。呢個技法令蒙娜麗莎永遠充滿曖昧，永遠留俾觀者一個問題：佢到底喺笑緊定係冇笑？諷刺嘅係，正正因為佢對 fumato 嘅極致追求，同埋佢不斷修改嘅實驗精神，令佢花咗足足10幾年都冇將呢幅畫交付。呢個失敗反而成就咗佢最偉大嘅永恆。如果話蒙娜麗莎係一個賣唔出嘅麻煩，咁達文西為米蘭嘅聖瑪利亞感恩教堂畫嘅最後的晚餐就係一個爛到要修復嘅世紀災難。呢個故事完美地總結咗達文西作為一個藝術家同科學家之間嘅矛盾。傳統壁畫一般會用濕壁畫 fresco 技法，要喺牆身嘅石灰泥未乾之前畫上去，等顏料會滲入牆身就可以保存幾百年嘅。但要求畫家快、準、狠，難以修改。達文西呢，佢係一個完美主義者，一個哲學家。佢唔想被時間限制，佢要慢慢思考，慢慢加筆，一層一層咁調色，務求將油畫嗰種細膩同層次感帶入壁畫。佢認為喺耶穌講出你哋當中有人會背叛我呢一句話嘅戲劇性瞬間，每位門徒面上嘅表情同情緒變化都需要時間去精細捕捉，所以佢拒絕咗傳統濕壁畫嘅畫法。佢竟然喺乾燥嘅牆身上先搽咗一層厚厚嘅石膏同瀝青作為底層，然後喺上面用油彩混合蛋彩 tempera 嚟作畫。呢個決定喺藝術史上被視為一場技術實驗大失敗，因為油彩咧係唔能夠長期附着喺牆壁上邊。尤其係喺米蘭潮濕嘅環境，底層嘅有機物容易受潮發毛，導致顏料剝落。結果呢幅畫喺佢仲在世嘅時候已經開始剝落，甚至喺佢死後幾十年已經被變成為一團爛泥。雖然技術上失敗，但內容上最後的晚餐卻係公認嘅心理學傑作。
達文西將12門徒分成4組，透過肢體語言、面部表情同埋驚訝嘅姿態，將背叛呢個瞬間嘅戲劇張力推到頂峰。佢唔單止畫緊人物，直頭係畫緊人性。耶穌平靜咁攤開雙手，左右兩邊嘅門徒咧就呈現出驚慌、質疑或者震驚嘅反應。猶大係唯一一個喺畫面上被陰影籠罩嘅人，佢緊握住佢嘅錢袋，身體微微向後傾，同其他人嘅肢體語言完全分離。達文西運用咗極致嘅單點透視法，將所有嘅線條都指向耶穌嘅頭部，令耶穌成為畫面上絕對嘅視覺中心。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達文西為咗追求佢心目中情緒同真實感嘅完美，係可以完全犧牲長久性同責任。佢就好似一個超級任性嘅科學家，為咗試驗一個理論，即使知道後果都要堅持落去。正因為佢呢一種不負責任感，先可以成就一個充滿人性細節嘅永恆瞬間。講完達文西嘅藝術同技術，我哋要進入佢最八卦、最富爭議嘅私人世界。就係佢同佢嘅弟子兼終身伴侶沙萊薩賴嘅故事。呢個故事就好似文藝復興時期嘅一輯肥皂劇，充滿住縱容、背叛、愛恨交織。如果用而家嘅用字去講達文西，唔知可唔可以話佢係 LGBT 呢？達文西嘅愛徒沙萊原名吉安賈科莫卡普羅蒂達奧雷諾，佢喺1490年以一個10歲嘅孤兒身份進入咗達文西嘅屋企。達文西幫佢改咗個綽號叫薩拉，意思即係小惡魔或者小騙子。沙萊呢個名係點嚟嘅呢？達文西喺佢嘅筆記本入邊有詳細咁記錄咗沙萊嘅罪狀，簡直就係一本小惡魔成長史，充滿住偷竊、餵食、揮霍等等嘅罪行。但係神奇嘅係，達文西對佢卻係無限嘅寵愛。呢個小惡魔雖然行為不端，卻擁有俊美嘅外貌，一頭捲曲嘅頭髮，充滿魅力。盡管沙萊行為唔檢點，佢仍然係達文西最親近嘅人，足足喺佢身邊留咗30年，扮演咗助手、僕人、學生以及最重要嘅繆斯。藝術史學家普遍認為，沙萊就係達文西後期作品中中性美少年形象嘅原型，例如施洗者聖約翰 Saint John the Baptist 同巴克斯 Bacchus， 畫中嗰種帶有曖昧挑逗性嘅笑容同手勢，被認為係達文西將沙萊嘅美貌升華嘅結果。達文西嘅筆記本中呢，亦曾出現過一啲隱晦嘅描寫同當時候嘅氛圍。藝術家同美少年之間普遍存在嘅親密關係都係相符嘅。雖然達文西極力隱藏自己嘅私生活，但佢對沙萊嘅特別情感喺歷史學界已經可以話係公開嘅秘密。當然，劇情總係要有第三者嘅。達文西晚年身邊出現咗另一位弟子弗朗切斯科梅爾奇 （Francesco Melzi）。梅爾奇嚟自貴族家庭，行為端莊，係達文西真正嘅繼承人。達文西對待梅爾奇咧就好似對待親生仔一樣。教導佢藝術，信任佢，俾佢管理筆記。但對沙萊雖然寵愛，卻又充滿住矛盾。達文西嘅遺產分配清楚咁劃分咗佢嘅情感世界。梅爾奇繼承咗達文西所有嘅繪畫、手稿、科學筆記，佢係達文西思想嘅真正繼承者。沙萊呢，佢只得到咗半個葡萄園以及達文西遺留俾佢嘅幾幅畫作。呢個遺產分配清楚咁劃分咗達文西嘅情感世界。梅爾奇代表佢嘅理智同精神遺產，而沙萊咧就代表住佢長達30年充滿愛恨情仇嘅情感瓜葛。沙萊最終喺達文西逝世嘅5年之後，喺一場決鬥中中箭身亡，結束咗佢充滿爭議嘅人生。呢個故事話我哋知，藝術界嘅天才，佢哋嘅作品之所以偉大，往往係因為佢哋嘅人生比佢哋嘅畫作更充滿戲劇性、矛盾同情感爆發。達文西嘅混亂同天賦成就咗文藝復興時期最神秘、最迷人嘅一頁。好啦，節目又嚟到尾聲，啱口味嘅就記得 like 同訂閱，留言話我知下一站想去邊。你最中意達文西嘅邊一個麻煩呢？究竟係爛尾嘅蒙娜麗莎，定係唔生性嘅沙萊？我係陳公子。講藝術唔使扮高貴，識玩先至識欣賞。夜未央，下集再遊園。